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asy Beauty 品牌創辦人 Winnie。中意扮靚嘅你呢，平時一定喺網上邊睇好多一啲護膚品用家分享，睇廠家係咪第一次呢？我會喺呢度每星期同大家見一次面，以廠家身份同大家分享我哋寫配方、採購原料嘅心路歷程。究竟邊一種原料可以做到高效保濕？邊一種配方可以持久美白？媽咪見到小朋友踏入青春期，面上面長滿痘痘，究竟點樣處理呢？唔油淋淋嘅防曬，究竟又點做出嚟呢？我除咗會同大家分享我哋製作護膚品嘅心路歷程嘅經驗，甚至點樣揀護膚品之外呢，我亦都會同大家分享我嘅化妝心得啦、髮型啦、養生之道啦。大大小小我都會同大家分享嘅，大家有咩問題可以 inbox 我哋都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嘅。約定你下星期見，拜拜。